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13，诗篇37篇23节到24节安尼讲：上主予义人的骹步稳固，伊欢喜因的所行所做，因着达嘛袂跋倒，因为上主用手扶因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稳固袂跋倒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气力，阮要唱歌学落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关台甲保护，阮要尊重你的名，主啊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患难中的及时帮站，阮要专心来倚靠你，因为你是阮的光，阮的拯救，阮还着行治罪。主啊，阮的烦恼你拢明白，阮的忧闷你拢了解，阮的劳苦拢是空空，阮的打拼拢是无彩工。总是你予义人的骹步稳固，你欢喜因的所行所做。感谢主，你应允阮，就是着达嘛袂跋倒。因为你用手扶阮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